我们在玩什么？玩小草，玩靴草。含羞草，旧掉的含羞草我会关起来。含羞草会害羞，因为小菇小菇它会再张开吗？会啊。那当然，等你离开之后，它就会再张开了。为什么叫含羞草？就是因为它害羞了。因为你摸它，它害羞了。对，它等一下就会打开了。等你等一下走了，它就会打开。我想要看它怎么打开。看不到。我高的含羞站起来草。就。那小菇这个是什么？小菇这个是什么？花花。什么花？我嘛唔知。切